大家过年咧休困，消防人员也是真辛苦咧执行救援的任务。伫台东有一个独居老人去巡菜园，无细时跋倒伫土骹3天去互发现，赶紧送病院。也伫山夹甲随风，拢有民众去山区，煞是找无路，掉伫咧山顶，拢是靠消防人员去山顶找找，才总算甲人救落来。 阿伯还好吗？赶到位的员警问倒伫涂骹的阿伯身躯是毋是无爽快，村民嘛关心伊的伤势，确认伊野载人、几个人做伙甲固定好，扛去路边的救护车顶。原来伊是台东地上这个独居的老人，已经失踪3天，警消也有村民到找找，伫山边的菜园啊，总算找到人，加送医救治。黄金时间内顺利寻获长者，仰赖民众及时通报及村长与地方人士协助，才能迅速扩大搜寻范围。 所幸长者意识清楚，生命真相稳定，化险为夷。讲伊伫山顶昂山过程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春节期间家己去三峡山区钓鱼，对地形无熟，半暝了后山区真暗，失去方向。家属一直联络袂到伊，报警求救。警消无顾气温上山超吹，佮一直打电话予伊，总算联络到伊，顺利甲带落山。 下午去钓鱼了，可能天色昏暗，方向就搞不清楚了。主要是说他搞不清楚方向，他不晓得怎么下山，怎么走出来。有先联络到他，因为那山区不一定啊，你这个方向，然后转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刚好有讯号就接得到。另外一个姓吴爬山的人，伫新北的瑞丰山区爬山，煞伫三条角的步道找无路，警消上山超吹，半暝才找到伊，嘛甲身体无爽快的伊送医治疗。记者采访报道。